这也是，如果有一天我女儿跟我说：“哎，爸，我要去当职业军人”，我应该会觉得：“哇塞，好酷哦！”其实会有这样的想法，应该会想知道原因。如果他的原因是讲得出来，而且他很清楚的，那当然就支持他。如果他根本自己都搞不明白当兵怎么一回事，我可能会请他先等等。妈，我阿英啦，我何用你寄来的铁牛运动伞，胸坎杂杂，中开袂顺，都已经好啊，效果袂歹哦。阿英，爱好好做兵，人叫做兄弟。我不会排斥去当兵这件事情，因为其实我周围也有几个朋友是军校的，去军校的，然后我很喜欢他，然后我觉得他个性很好，然后很负责任，然后那当然我跟他没有熟到说是可以了解他全部的各种面向，只是说我看到的都 OK， 因为我相信一定有一些在当军人的时候是可以学到的东西，纪律啊或者什么的那些是一定会有对男生某一块或许是有帮助的。会担心安全啊，但是这个是他的选择，我会学着去当一个尊重他的选择的父亲。这也是，如果有一天我女儿跟我说：“哎，爸，我要去当职业军人”，我应该会觉得：“哇塞，好酷哦！”其实会有这样的想法，应该会想知道原因。如果他的原因是讲得出来，而且他很清楚的，那当然就支持他。如果他根本自己都搞不明白当兵怎么一回事，我可能会请他先等等。你之前当过兵？没有，但是因为之前就是因为我小的时候，我妈妈考到那个奖学金，所以她在美国生了我们，然后所以我有双重国籍，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来回都是用美国护照，所以不知道要当兵。结果后来有一天，因为我朋友要申请那个辅导金，就好死不死就是几乎导演还有演员每个都是外国护照，日本人、香港人，然后美国人，然后我有，然后他们就用我的名字，就一上网查我的名字，就发现我没有当兵，因为我有入户籍，只要入籍，就是去学校好像要入籍嘛，户籍还是什么，就一定要当兵。那时候我已经30几岁，然后后来因为那个时候我刚好跟朋友在练习拳击那些的，然后我那时候踢腿的时候脚受伤，膝盖受伤，然后体检没有过。我们也没当兵，这也是因为体检没过之类的。体检没过，我以前这个常受伤，骑摩托车受伤，学校在阳明山，常常骑摩托车受伤，打球受伤都不以为意。有一天就很痛，去检查，就是椎间盘突出压迫住神经，然后就开始治疗，各种治疗，但是不敢开刀，因为怕脊椎开，那个年代怕残废，就一直拖到最后，那时候已经开始拍戏了，所以因为你那只脚痛，你就不用它，时间长慢慢就萎缩了，身体也歪了嘛，因为你这只脚痛，你老这样。看了各种什么针灸啊、气功啊、中医啊、西医都没效，最后也不能永远只靠打类固醇工作，所以最后就选择去开刀。开完之后呢，我26岁，06年又开第2次，同样一节，一次压左边，一次压右边，所以我没当兵的这个代价其实是很大的，不像那个时候很多同学羡慕说，我当年你都不当兵，你看起来好好的、对不对？也不是一直还在拍戏这样，其实体检没过之后没多久就不行了，我就去开刀，所以现在那个疤也还在腰上。